Hello， 大家好，我係中山美美啊！嗱，香港嘅朋友仔，你哋喺香港咧就辛苦打拼咗大半世啦，有冇諗過喺大灣區呢度揾個清靜嘅地方嚟享下清福呢？今日咧我就帶大家嚟到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中山神灣，嚟睇一個咧超級 top 嘅一個樓盤。至少我認為喺神灣呢邊嚟講係最靚、最好嘅一個樓盤，就係我哋呢一個遠洋繁花里啦。咁咧遠洋繁花里咧，佢亦都係本土大嘅開發商去開發嘅。目前首期2萬蚊你就可以上車啦，總價圍落嚟幾十萬，你就有一套江景嘅大精裝準現房啦。事不宜遲，先帶大家睇睇遠洋繁花里目前在售緊嘅呢一個戶型單位先。中山神灣鎮係一個山夠清、水夠靚、生活夠晒寫意論宜居，神灣真係可以排頭位。境內嘅山景、水景各佔1/3，生態資源非常豐富，係港珠澳後花園國際旅遊小鎮，超級宜居。項目5公里範圍之內就有中山、小華山、鴉髻山、森林公園、全國首個遊艇自由行試點碼頭、神灣遊艇會，以及竹排島生態濕地公園等眾多景點，生態環境非常之好啊！而遠洋繁花里項目總建面大約係118萬，有高層洋房同別墅。咁56棟交樓時間就去到2025年6月30，54棟嘅交樓時間就圍到去2026年嘅1月11號。企喺呢個陽台咧，望出去呢個景觀非常之舒服啊！見到我哋成個西江嘅江景同埋遠處嘅山景，如果天氣再好一啲，藍天白雲，呢個景十分之舒服啊！嗱，今日咧我就嚟到遠洋繁花里啦，介紹呢一個單位咧就係100平方嘅交樓標準嚟嘅。咁你見到啦，呢個客廳嘅開間咧係有3.8米嘅，非常之舒服。咁喺呢邊再過嚟就係我哋飯廳嘅位置。而家大家見到嘅話咧，都係佢嘅一個交樓標準。咁門口出去咧就2梯4伙嘅單位，包括我哋呢個門咧，佢都係密碼鎖交付嘅。入門口入嚟呢個位置，同樣都係留翻咗一個玄關位俾你噶啦。咁廚房嘅話咧就係一個 U 型嘅廚房啦。你見到嘅呢啲都係交樓標準，而且咧仲預留咗個雪櫃嘅位置俾你嘅。咁再入嚟睇翻我哋呢個休息區，入嚟嘅話咧，我嘅呢個左手邊咧就係一個客廁嘅位置。你見到嘅都係到時交付俾你嘅樣啦。咁3個房間，有一間房咧係望唔到江景，主人房同埋另一間客房咧係可以望到我哋呢個江景嘅，非常之舒服啊！咁如果你話100平方3房2廳2衛唔係你嘅心水戶型，你亦都係選擇我哋隔離89平方3房2廳1個衛生間嘅戶型，同樣都係望翻我哋西江嘅呢個景觀㗎。如果你中意鮮物食好一啲嘅話，或者可以選擇呢個107平方。嗱，呢個位置咧就係你個入戶嘅花園位置，可以俾你自己去用嘅。咁門口再入嚟呢度嘅話咧，同樣都係密碼鎖交付嘅門。呢度係玄關位，做翻個鞋櫃。呢個咧係雙開字母門設計。入嚟嘅話咧，就係南北對流嘅呢一個戶型格局。咁我哋呢個主陽台望出嚟嘅景觀就係望翻我哋別墅景觀同埋我哋小區園林嘅景觀。咁生活陽台呢邊嘅話咧，就係一個飯廳嘅位置啦。嗱，生活陽台我哋呢個望出嚟嘅話咧，可以望到我哋少少西江嘅呢個江景同埋遠處嘅山景嘅。廚房話咧就係 L 型嘅操作台，預留咗個雙開門嘅雪櫃位置俾你嘅。咁我哋休息區嘅格局同樣都係3房2廳2衛嘅設計。
再入嚟嘅話咧，我哋下次咧係做咗乾濕分離嘅設計。嗱，呢啲都係家樂標準嚟㗎。咁3個房間，其中1個房間係望翻我哋小區嘅園林景觀同埋別墅景觀。另外主人房同埋呢個客房咧，都可以望到我哋西角嘅呢個無敵景觀㗎。示範單位咧，我哋就睇完啦。其實遠洋繁花里呢個小區喺成個神灣嚟講，可以講係最大一個小區嚟嘅。咁而家我哋樓下咧就我哋見到啦，佢呢啲設施咧係有埋嘅，綠化咧都做得非常之好。我身後咧仲有幾個老人家咧喺度傾偈，呢啲退休生活係咪好正咧？